Vincent 舉起畫板，上面赫然是兩人對視的特寫，只是 Vincent 在旁邊加了一個氣泡，寫住大型碰瓷現場。Charming Y 看住那幅畫，無奈地搖了搖頭。他轉過身，走向休息區，嘴角卻不自覺地勾起了一抹極淡的弧度。這個赤家偉雖然討厭，但似乎也沒那麼無聊。這時他的手機響了，是他的經紀人。Y 熱手爆了。經紀人的聲音聽起來很興奮。赤家偉 Charming Y 開機儀式互對，還有細子軟飯硬吃，已經衝上熱搜第一了。網友都在說這對 CP 感很強，讓你趁熱打鐵，跟赤家偉多互動互動。Charming Y 抬頭看了一眼不遠處正在跟大哥通電話的赤家偉，他正靠在保姆車旁，笑得像個孩子，手舞足蹈地說住什麼。陽光灑在他身上，給他鍍上了一層金邊。再說吧。Charming Y 掛斷電話，拿起水壺喝了一口水。互動？跟這個麻煩精？他看住赤家偉那張笑臉，心裏突然湧起一種不祥的預感。這部戲的拍攝過程恐怕不會像他想象的那麼平靜了。Y 姐。赤家偉突然跑過來，手裏拿住兩杯熱奶茶。大哥讓人送來的，特意給你的。Charming Y 看住那杯甜膩的奶茶，眉頭緊鎖。我不喝甜的，喝嘛喝嘛，暖暖身子，待會兒還有打氣呢。赤家偉硬是把奶茶塞到他手裏，然後笑嘻嘻地跑開了。而且這可是大哥的一番心意，你不喝就是不給大哥面子哦。Charming Y 拿住那杯奶茶，進退兩難。遠處赤家大哥的聲音透過電話聽筒隱約傳來：家偉，跟 Y 小姐相處得怎麼樣？有沒有欺負人家？沒有沒有。赤家偉大聲回答，眼睛卻偷偷瞄住 Charming Y。我們相處得可融洽了，Y 姐可喜歡我了。Charming Y 聽住這句睜眼說瞎話，差點把手裏的奶茶捏爆。融洽？他看住赤家偉那副陽光燦爛的背影，無奈地嘆了口氣。這漫長的拍攝期才剛剛開始。